题目吼，咱来小可来解一下吼。啊，若讲到国营厝吼，就淡薄仔悲伤啊，我就想到阮阿嬷。我要调，讲我去的爱住就对啦，唔通走啦。啊，我住袂调啊，佮想无要转来。做头啊，了，无你甲带我转来。对。转来一个国营厝尔。我的媳妇讲来听后头仔，真缘投。干你娘嘞，去死哟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厝甲阿里坤的阿成吼。前几工念咱的塔利布地号名来上水饺迄个题目吼，咱来小可来解一下吼。咱题目来解一是要安怎解咧？请看。就可下庄南亭厝、莲芳菜宝包厝、南市厝啊，单轮啊了石头架，这个厝对面对头家大雄就不能搞不搞运出家，我要红牙油、牙油，哪古车古金厝，二中高坡啊菜龟寮、新厝寮、北西啊新庄后庄田头，可能卡林地鸡波寮，小当大打片换新厝些片，新轮港去高新西天比寮，北溪就溪南溪头里比头壳溪就古溪，啊其实吼，这个吼。了论吼，迄是吼真歹势，迄是迄日本时代吼，迄写字迄是颠倒并的，所以我看唔到，迄是论啊了才对。我讲论啊了咧，即马吼已经甲论啊已经变做伙啊，所以讲吼这个地号名已经嘛较看无啊，较消失去啊吼。啊，迄个吼三角迄个所在吼，三角石头架吼，其实迄嘛是吼我叫讲石头架，就是迄个三角迄个所在，其实毋是哦。三角是伫个大拿，就是伫个大埔拿，即马大埔拿的位已经过溪啊，过石湖溪啊。啊，板桥咧，事实上吼，板桥嘛是算斗六的。若是住伫个大雄的人吼，伊拢会讲家己是板桥人吼，安尼来小解伊家己。但是有淡薄仔可惜啦，咱足侪斗南人也是毋知影板桥伫对，啊，所以因就会刷落来，因就会小解讲因住伫个较外古溪的所在吼，就是斗南甲古坑的中间安尼，啊，有当时啊咧吼，迄个大雄的人吼，其实大雄遐个人大部分嘛是为板桥遐搬出来啊，所以讲因为遐有一丛足大丛的青啊吼，啊但是吼，这嘛是听地方讲的，伫遐咧田野调查的时阵吼，地方的人讲吼，因大部分拢是对板桥搬出来，啊日本人咧写迄个迄个青啊迄个字吼，日本人毋知是袂晓写，还是要甲简单化吼，都甲写做雄吼。啊，所以迄个所在就念做大雄啊，但是迄个所在就是因为即摆画面中间看到即丛青啊吼，即丛青啊讲来号名的。啊，网络顶悬吼，迄个蔡先生吼嘛有建议讲二中高较早嘛是讲埔仔，啊所以讲有确实地方有即个讲法叫二中高埔仔，所以我就甲即个题目甲去变做二中高埔仔安尼。啊，第五啊，即个所在事实上吼，伊嘛是伫个后尾，嘛是伫个法布隆的所在啦吼，啊所以讲吼，第五啊咱嘛甲太掉啊安尼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即摆一定真好奇啊！啊，即摆是吼，即新的题目甲旧的题目吼，啊两个啊要念倒一个题目，才会当来参加比赛来跳水饺咧。其实吼，新的甲旧的拢会使吼，在恁选吼。啊，我是建议用新的较好，因为新的较短啦吼。啊，大家吼欢迎来参加比赛，毋免讲了比我较紧哦吼。就是恁的速度就会使，就是恁参赛者的速度，咱照参赛者的速度来排的啦吼。上紧的，啊，佮讲了上好的吼，伊就水饺好食哦。迄水饺真正是足好食的呢。我食过，我逐工吼拢嘛咧想看，这个上厝的水饺安尼吼，毋是咧想着因妹妹是上水饺。啊，若讲到国营厝吼，就淡薄仔悲伤啊，我就想着阮阿嬷，因为阮阿嬷因较早就是国营厝的人吼，啊伊就嫁来咱旧社。国营厝吼，甲旧社隔偌远呢？2.7公里呢，将要3公里啊吼！阮阿嬷的名号做报道，伊是19年出世的，伊今年已经91岁啊吼！啊，伊逐工按时，有当时啊，我问过医生啊，医生就讲吼，啊，咱较侪岁的时代拢会安尼，拢会想着过去，啊，想着过去大的所在，所以逐工吼，即马无逐工啊啦，即马较好啊，伊进前吼。有当时暗时拢会行李赶咧，物件赶咧，就是想要转去因厝的国营厝安尼。要摕物件，摕遐一项，我要行，要来行有路，我要转甲行无路咧。是安怎要转去国营厝？转遐困啊！啊，遐较好困吼。转遐个阮两某做伙啊，做阮两某啊，养的啊。甲是人本地人拢较无听啦，讲我去的爱住就对啦，毋通走啦。叫我莫走啦，爱住就对啦。
带袂掉啊，可是又无要转来。即马佫会听啊？转路边去看看，有要转还袂转。转个转，转个来，做头啊，去了。无你甲载我转好无？明仔载才载啊。明仔载，明仔载我就转去啊，即马载我转来啊。转对。转个5斤厝尔。哦。是啊。这油啊得出来了。即马无转来啦。啊，你做甲坐我才过来啦。好啊。爬袂起来，无效啊！早就无效啊！我嘛是安尼，爬袂起来，这就爬袂起来，我嘛是共款啊。你敢会记你排野队，你单位排野队？啊！斗人家的队，梯队咧卖菜。排在斗人家。啊，日本人敢会真歹？真歹，会真歹啊！你无走，叫杀着我，钱甲你来，啊若无啊，菜甲你毁掉啊！哦，这歹。钱甲你来，啊无就菜甲你毁掉安尼。干你娘嘞去死哦啦！所以吼，伊讲着5间厝吼，大概建5间厝吼，我就想着阮阿嬷，啊，就会感觉吼淡薄仔辛苦安尼。91岁，伊人生嘛是经历过真侪故事呢。啊嘛非常感谢吼，阮阿头姑姑吼，阮姑姑伊逐工拢会来照顾阮阿嬷。若是无伊来的话吼，阮阿嬷吼可能嘛无多遐健康啊。真正非常感谢伊替咱的生活啊，替阮的阿嬷照顾阮阿嬷，甲阮规口罩安尼。阮第一条厝就是要推脱遮个代志吼。咱的阿公阿嬷吼，因迄个呢，因过的日子吼，佮因经过的历史吼，迄是咱拢毋知哦吼。迄是咱即马用骹头舞，也是用改编来想拢想无的吼。因为足侪人吼，拢经过日本时代吼，就是因讲的四卡时代吼。啊嘛有真侪人经过南洋战争呢。毋过南洋战争迄下的人大部分拢已经转去啊安尼。所以讲吼，第一老厝就是要记录遮的长者，记录遮的时段吼。咱希望咱来记录遮个时段吼，佮趁因也会记的时阵吼，甲遮个物件记录起来吼，这都是台湾的文化。有当时啊，咱处理的时段吼，比一本图书馆的册佮较有影呢，内底有足侪宝藏的，啊内底嘛有足侪物件，嘛有足侪历史、足侪文化，啊趁咱去学啦。咱即马人吼，毋通互人住楼仔厝的人吼，咱囡仔吼，也是讲因孙吼，转来骹房啊，来放伫个客厅吼。骹房啊，甲海伫个客厅，爱着上楼啊，阿公阿嬷拢无甲讲一句话，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啦吼。就是因为伊袂晓讲国语，就是因为伊袂晓讲台语，啊嘛袂晓，毋知影要甲阿嬷讲啥，其实阿嬷拢足有事。好，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我的火虎公来骑奥多麦，真缘投哦。